体会调查到什么样子一个程度我不知道，所以我很希望今天的话能把这个事情就搞清楚啊。那该移送法办呢就移送法办，反正一切的话就交给法律来处理吧。但是最起码的话，今天的话检警要做到一个程度，就是让我们明天以后的话，我们任何一个我的阵营的人的话走在马路上的话，第一个他们都不能害怕，还有我的战车，还有我的宣传车的话都不能阻止我的相关的车辆的话进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们就应该受到保护，而且要受到保障的。这当然是我他一个很起码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今天就先在这边静坐。那目前呢，派出所里面的话，我们的律师也到了。那我们的这部战车的麦克风手呢，当然就是我的自己的妹妹啊，我妹妹也在里面报案。那目前正在做笔录啦。那等到看告一个段落的话，看什么再跟各位报告，好不好？我就跟你讲，你某件事就对，你去听。绝对的啦，我就是安尼啦。柯文哲有讲，阮是绿的，迄左荣泰就出来，伫电视讲，我唔敢承受。阮讲柯文哲讲伊绿的有歹话嘛，有欺负人无？嘛无欺负人啊，嘛毋是讲什么恶意安讲，我是绿的，表示讲我嘛是爱绿色，对无？是安尼讲，安尼有歹话吗？伊就出来嘛讲，伊唔敢承受，伊唔敢承受，你才是。民进党内面几百万分之0点几那尔呢，我是听到足受气的呢。对啊，伊安怎讲？你永远就带民进党吗？本来你有一日会改变，无带民进党嘛袂着。你看大家换来换去，迄时我是毋知影的代志。对啊，我想是会啊。伊就甲我讲吼，电敌会赢，我嘛毋知。绿色的会赢。大概是安尼啦，我毋是讲伊会赢怎么选吼，我本来就吼喜欢蔡英文，我感觉伊嘛是故意的，伊有啥毋对的代志是别人甲做的呢。导演啊，伊无代表民进党拢总啊，不是啊，毋是毋过水啦，迄毋过水，所以我就唔捌你啊，你是，我就唔捌你，我这就不认识他。